咱们水库边的嘉义县大埔乡，除了有优美的环境会当发展观光，大埔乡的和平村嘛利用大水槽来制作白油林，请不少人来这参观学习。下小提琴来试声音，边仔阁有社区的民众当咧无用制琴。嘉义县大埔乡的游客中心，逐礼拜拢固定有制作小提琴的免费课程通学。社区的时段，唔但会晓抓笛头，阁会晓做小提琴。做就互伊扭啊，安尼看孙仔甲人扭是毋是，才有成就感。讲我嘛会晓做琴。这是拢规地来学的，上面最厚的地方只有到3.1厘米，3.1厘米就是0.31公分。背板最厚的部分只有0.12公分。大埔乡民目前主要的收入拢是外靠咱们水库的观光。乡公所嘛配合水库的自然环境，推出各种行程。和平村长表示，因唔拿制琴，嘛成立客家团，希望配合水库的风景，打造自然甲艺术的在地特色。学习来做提琴，不管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，这个部分阮是未来要成立一个博物馆，因作为咱一个在地的博物馆，好，尤其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讲，其实咱这个所在其实伊嘛，真有一个深度啦，社区除了利用大水槽来制琴，嘛捌用骨竹啊、生砂棒等等的材料，而且有的人搁会伫金星做艺术创作。制琴的老师讲，和平村的小提琴唔但帮助推展观光，嘛替这个偏乡的社区创造在地的艺术工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